喂，大家好，又係我 Charles 啊，歡迎嚟到我嘅 podcast。今日咧就係2025年3月18日。我咧近日就睇咗唔少嘅電影同埋串流節目。今集我就試下輕鬆一啲，講下我最近睇咗嘅電影同埋串流節目啦。咁我會講一講米奇17號。好啦，今集正式開始。先多謝大家支持啦！我睇翻啲數據，睇到原來有唔少歐美嘅朋友咧都有 download 我呢個 podcast 嚟聽嘅。咁今集我錄嘅時候咧，相信米奇十七號咧都上畫咗大概1-2個星期嘅。上星期我已經一早睇咗噶啦，不過咧個心入邊就喺度諗緊點樣將個觀後感講出嚟啦。我就唔係好想好似嗰啲影評人咁樣踩啊或者讚嘅。因為如果你問我主觀電影嘅意見呢，米奇十七號呢，我會同你講係幾好睇嘅，值得入場睇。咁我嘅感想就之後再講啦。咁趁有一啲歐美啊美加嘅觀眾呢，或者聽眾啦咁講，我好想講下我近日呢，其實除咗睇咗呢套米奇十七號之外呢，我有睇 ViuTV 嘅真人 show 啦，足球女將。足球女將以 ViuTV 拍真人 show 嘅經驗呢，做得唔錯㗎。如果美加嘅朋友有訂 ViuTV 啊，我都唔知黃標定藍標啊，總之吓有俾錢幾廿蚊一個月嗰個呢，你哋可以一齊睇嘅，因為睇到香港女子嘅足球其實個水準都唔差，有幾場 ViuTV 組嗰啲隊足球女將嘅波呢，就同香港嘅車路士 U15踢過一場友誼賽啦，都有擺玩噶。而我今日錄嘅時候就睇咗最新嗰集啦，都見佢哋上咗去中國內地嗰度同其他內地 U15踢。咁啊，內地嘅 U15啊，唔知點解好似大隻啲啊，啲小妹妹，咁可能水土問題啊，或者佢哋即係你知中國十幾億人，咁自然揾到啲高大威猛嘅小妹妹啦。一路播落去，每一集都見到嗰啲女仔係有進步嘅，係做得幾好嘅，而且嗰個教練郭 Sir 講嘅嘢係有文有路，咁你會覺得哇，原來即係香港足球或者喺教練上面已經係真係有一個唔錯嘅水平喺度嘅，值得大家支持嘅。咁有時間大家可以去睇下啦，未完嘅。咁另外今個月我都睇咗兩套串流啦，分別就係一套日本嘅電影啦，叫《完美日子》。咁另一套呢，就係講飲食嘅，叫《居酒屋新幹線》，已經係第二季噶啦。上一季我有睇嘅，而第二季其實都做咗一段時間，不過我都係即係太多嘢做啦，太多嘢睇啦，咁啱啱先睇翻嘅啫。即係睇完嗰個感覺，我留翻下次或者有機會再講啦。因為我今日都想講講個正題，米奇十七號。咁先講講個票房啦。咁因為係上流寄生族嘅導演啦，阿馮導演執導啦，咁好多人有好大期望嘅。咁截至到去3月16號呢，米奇十七號呢，全球票房呢未夠1億9千10萬左右美金啊！我呢度講緊嘅係，其中北美嘅市場呢就有3300幾萬啦，其餘國際市場即係韓國、香港、中國、台灣之類呢，就貢獻咗5720萬美元嘅。咁啊1億未夠，因為套戲其實個成本都唔平噶，咁變咗大家都估到啦，蝕就蝕硬噶啦呢套戲。不過電影蝕同埋賺，其實同電影嘅內容質素係冇關嘅。有即係咁多年嚟，大家都知道有好多戲係所謂叫好不叫座，或者叫座就不叫好，都總會有啲咁嘅情形嘅。咁講翻第二個星期嗰個票房啦，因為而家北美嗰邊咧好興就係話第一個星期嘅票房，就算你攞冠軍，因為米奇十七號咧第一個星期都係票房冠軍嚟嘅，佢哋就會好睇第二個星期究竟 drop 咗幾多，因為你第二個星期好難會 keep 到嗰個升勢嘅，越跌得多就代表越快落畫。咁北美第二個星期就跌咗61%嘅，就低收750萬美元啦。咁所以條數加埋係咯3300幾萬，我自己就覺得有交代噶啦。只不過個製作成本太貴啫。咁而個製作成本點解咁貴係咯，都係 marketing 啦。因為
美國嘅電影，佢嗰條數就係話，當呢套戲係拍1億嘅，基本上佢嗰個行銷費用啦，我哋叫其實即係 marketing 啦，包括嗰啲咩廣告啊、billboard 啊、請 KOL 睇啊，或者大肆洗版洗 YouTube 嗰啲，即係呢啲全部都係錢嚟噶嘛。計法咧就係1億成本，marketing 就係乘2嘅。咁面上呢套米奇17號就使咗2億啦，加埋全球票房攣下，我覺得其實有機會嘅，不過就要攣耐啲咯。不過目前個走勢就應該美國就好快落畫噶啦，加上之後有幾套新電影啦。雖然白雪公主劣評如潮，但我以迪士尼嗰個宣傳手法同埋，即係美國人始終都會入去睇嘅，始終佢係一套合家歡電影。係啦，佢又唔係一套鹹片或者一啲 R 級嘅電影，咁一定點都有個基本盤喺度嘅。係啦，只不過到時係個評語去到有幾好同或者幾差啫。我哋睇翻美人魚，其實最後個票房都係賺錢嘅。雖然美人魚大家都覺得揾咗黑人做係好難睇，但係始終合家歡嘅電影就好穩陣嘅。咁好啦，我睇呢套戲就諗起即係另外2套電影啦，一套叫《Eternal Sunshine》同埋《Fight Club》啊。故事內容唔關係嘅，只不過都係一啲票房係好差，但係最後係叫好嘅電影。咁米奇17號我會稱之為係同呢一類型嘅電影係差唔多嘅，都係一啲要浸咯，真係平喺嗰個戲院嗰度擺2個月、3個月，慢慢咁喺啲細戲院啊，幾廿個位慢慢煲出嚟嘅。如果你諗住好似 Marvel 咁，第一個星期收幾廿億，跟住第二個星期都係即係跌10零個 percent，係完全冇可能啊！因為呢套始終都係要少少諗啊，同埋黑色幽默嘅戲未必係真係好適合大眾嘅。咁我今日就借呢個機會就同大家分享下我睇完米奇17號嘅一啲感覺啦。咁我睇呢套戲嘅時候，其實我都有睇 YouTube 關於阿鳳導演嘅一啲嘅訪問嘅。咁佢自己就話好希望大家呢就真係好單純咁樣睇呢套電影，然之後睇完之後花少少時間去思考，我哋身為人類呢點樣可以保留到自己嘅人性啦。咁大家唔需要諗到太深，可能你用3分鐘諗諗就已經夠噶啦。即係我哋華人嚟講，即係講人性論，咁最叻梗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啦，係啦。即係我哋人同動物嘅分別就係有呢個惻隱之心啊嘛。咁究竟係咪呢？套戲又表達咗啲咩呢？咁我講翻阿鳳導演啦，即係《上流寄生族》嘅導演啦。咁佢之前真係《上流寄生族》係收得好好嘅，而且攞到最佳外語片，咁令到嗰套戲變咗即係名牌啦。咁今集睇完之後，我見好多 forum 或者啲網友都係唔係幾好評語嘅。咁尤其是我睇台灣嘅批踢踢啦，同埋日本某啲嘅 channel 啦，我自己就會覺得，因為佢行銷真係唔係好好啊。今次即係佢 marketing 唔係灑得好多錢喺某啲地方咧。咁我懷疑好多 KOL 或者一啲所謂影評人咧，唔知係咪冇收到錢或者冇收到飛啦。即係你知每一個國家佢哋做宣傳唔同啦，咁變咗好多。即係一啲我稱為正常嘅影評人咧，都會變咗係咁踩部戲嘅。而我又唔明，即係真係有咁差咩？同埋踩都九唔搭八嘅，好多評語係啦。我見批踢踢就好多人就話哦，套戲啊，又黑人女主角，又好多 DEI 嘅成分。咁但係我自己入場睇就覺得佢嗰啲係一啲反諷或者諷刺嘅。咁呢啲我下文一陣即係我一陣再講啦。咁如果你問我咧，睇戲其實即係除咗 MCU Marvel 嘅戲，你係要追係啦，追咗10幾年都仲要追。美國隊長你真係要追晒1、2、3先可以去睇4，睇4之前又要去 Disney Plus 追個電視版，唔係電視版啦，而家叫串流版啦。咁其實就唔應該即係咁嘅，最好就係每一套戲都當個導演係重新表達一啲嘢，唔好就將上流寄生族嗰個概念啊，或者孭住呢個包袱入去戲院睇咯。咁你一定會覺得唔開心嘅，因為真係2套戲嚟噶嘛。雖然手法有啲似或者有啲風格、有啲鏡頭運用啊，咁呢啲後話啦。我今集就主要針對故仔同埋嗰個故仔內容嘅寓意啦。咁我講翻電影先嗱，先至聲明，跟住就劇透噶啦。咁如果你係唔想聽劇透嘅，咁你即刻退出去啦。如果你話喂冇所謂嘅，聽下我噏乜嘢嘅，開始啦，劇透開始啦。咁如我上面即係之前所講啦，阿鳳導大部分嘅戲呢都係黑色幽默嘅。首先，大家知唔知咩叫黑色幽默先？
我發覺好多人都唔知嘅。其實黑色幽默就係一啲即係用一啲幽默嘅手法去將一啲根本就係即係唔合理嘅嘢笑住拍出嚟啦。最出名嘅黑色幽默電影大師咁當然係即係查理卓別靈啦。咁佢好多電影都係用呢啲方法去拍成嘅。咁大家就笑住睇，但係心裏邊咧就流淚，即係感覺到個社會或者個國家或者個世界係如此荒謬嘅。不過呢個年代有幾多人仲有睇過查理卓別靈，又真係一個疑問嚟嘅。因為又係一啲你又唔係讀電影，一個普通人，尤其是喺香港成長嘅，又唔係年紀大，你唔會走去揾查理卓別靈嘅戲睇噶嘛，係咪先？咁變咗近代阿鳳導嘅《掃遊寄生族》就變咗係一套可以話係俾後生仔或者好多人入門嘅電影，即係一啲關於現代嘅黑色幽默嘅表達方法咯。不過好多人就誤會咗呢樣黑色幽默嘅手法就係即係一定要咁樣嘅套路啊。係啦，咁我講翻電影《米奇17號》啦，電影主角米奇啦，其實就參加咗個太空計劃啦。咁個太空計劃其實就即係好似有宗教咁，有一個退休或者被貶嘅議員搞出嚟嘅，就係話上太空咁就可以揾一啲新嘅地方合適人去住嘅。咁但係大家都知咧，太空好危險噶嘛，又飛船你又要揾人整啊，又或者去到一個新嘅地方又要揾人試下啲花草樹木唔知食唔食得啊。咁你揾咩人搞呢？咁佢哋就徵募一啲義工又好，你當佢其實係咯，即係有職業嘅工作啦。咁就係一個叫做消耗者啦，即係消耗人啦。咁佢嘅工作就係做呢啲啦，即係總之要死嘅嘢咧，佢就要第一個新鮮事出。咁但係死咗又唔驚嘅，因為佢哋就已經有發明咗部無敵嘅 3D 打印機啦。死咗嘅話咧，就可以將佢死之前嗰個記憶升翻落去呢個 3D 打印機啦。咁就會一路即係由腳開始 print 身，跟住 print 到去頭，咁啊 print 翻個人出嚟嘅時候咧，就會再升翻佢嗰啲記憶啊、細胞啊諸如此類咧。咁本來死咗嘅米奇咧就會復活啦。咁所以睇套戲裏邊咧係好慘嘅，米奇即係啲古靈精怪嘅任務啊，又或者根本就係啲研究人員或者俾指令佢做嘅人員嘅疏忽咧，令到佢死，佢都覺得唔介意，因為反正你都復活噶啦，係咪先？點解叫米奇17號咧？就係因為佢死咗17次，係啦，係死咗17次，打印咗17次之後咧，咁呢個米奇就用佢自己嘅獨白啦，喺度電影裏邊，咁就回憶翻哦，點解佢搞到要做呢個工作啊，同埋佢印咗第17次之後發生嘅事。雖然死咗17次，不過佢都係一個人嚟噶嘛，係咪先？咁人啊就有感情同埋有感覺嘅一面啊嘛。17號嘅米奇咧就係一個較為溫柔啦，但係另一方面好多嘢都係好怕事啊，逆來順受嘅一個人嘅。佢喺太空嗰度咧，咁啊太空船你大家幻想下啦，即係一個好大嘅空間，有好多人，即係諗住都去揾一個星球嗰度殖民噶啦。咁我哋裏邊個個都知佢係一個咁嘅用途嘅人，咁自然好多人都覺得睇唔起佢啊，因為佢真係咩爛嘢都要做啊嘛，係咪先？咁而喺成個太空船咧，就唯一得一個咧個女仔咧叫拿夏，係一個黑人嘅女仔。咁呢個部分啲人就話 DEI 啦，咁其實。我又覺得唔好見親黑人，你就覺得 DEI 先得㗎，係咪？咁呢個黑人咧就唯一一個喺飛船嗰度，即係有留意佢，而跟住佢哋就開始即係成為咗男女朋友啦。電影入邊咧，每次死出嚟嘅米奇或者再印出嚟嘅米奇咧，雖然個外表咧就冇乜大分別嘅，但係其實都有啲少少情緒變化嘅。咁電影裏邊就有講，有啲米奇咧就好中意發牢騷嘅，有啲就超級懦弱、超級消極嘅。咁但係即係每一次無論米奇點樣死啊，復活之後有啲咩古靈精怪嘢咧，阿拿夏都係同佢即係共患難嘅所謂。對於拿夏嚟講咧，佢真係喺部戲裏邊咧，係拍到出嚟，佢係真係愛米奇嘅全部，即係哪怕佢係一個懦弱嘅米奇，佢都愛佢。又或者一個好消極嘅米奇，或者後邊變咗一個好憤世嫉俗嘅米奇，佢都愛佢。總之。係米奇嘅，佢就全部都係愛啊！咁尤其是喺電影尾聲嗰度，都有一啲 flashback 啊，有啲講翻之前嘅嘢，咁都拍得真係好感動嘅。導演除咗將佢哋兩個嘅愛拍得感動之外咧，亦都好浪漫，浪漫得嚟亦都優美嘅。電影發展落去，咁其實大家都估到，即係你有部咁嘅機可以打印一個人出嚟，咁一定係出事噶啦。咁個出事位就係。原本就係一個米奇死咗，攞翻佢個屍體翻嚟燒咗，再印一個新，咁基本上咧就萬無一失嘅。
咁啊有一次任務佢哋懶啦，係啦，疏忽之下咧，咁就變咗一個未死嘅米奇咧，就冇翻到去即係做呢個正常嘅程序啦。咁佢哋又印咗一個新嘅米奇出嚟。咁於是就係一個米奇18號出嚟，同埋一個未死嘅米奇17號，就喺呢個飛船。而呢個飛船就其實係一個生態啦。咁而阿米奇18號個性格咧，又特別即係好大差異嘅，同之前嘅米奇，佢係特別暴躁嘅。電影入邊亦都有交代啦。點解咁暴躁？就係因為嗰班打印嘅研究人員咪係一路玩緊手遊，一路行，一路玩手遊，咪一路印咯。咁印印啦，哦，唔小心棘跌咗，甩咗啲線嘅。咁啊嗱嗱咪吉翻，咁就變咗個18號嘅米奇咧，就即係超級暴躁啦，好同17號唔同啦，咩都要平權啊，咩都要隨佢巴閉嘅。咁喺官方個美術設定集入邊咧，其實都有講過啊，米奇18號咧，即係佢嗰啲 drawing 咧，佢有講過米奇18號嗰個前額嘅腦葉咧係有問題嘅。咁所以佢個人啊特別容易嬲，同埋對於自己嘅控制能力係好弱嘅。咁就同17號咧就有一大即係好大嘅對比啦。我都順便提下啦，其實套戲咧就係改編自一本小說嘅。咁本小說就唔係叫17號嘅，本小說就叫米奇7號，電影就叫米奇17號。咁啊，導演亦都解釋咗點解叫17號而唔用翻7號嘅。咁佢就話因為咧，世界上好多嘅國家，尤其是歐美咧，都會將18歲咧就成為一個成年人，而17歲咧就仲係未成年嘅。咁佢就想即係有少少食住呢個17同18，佢令人覺得哦17號係一個可能係一個未成年嘅人，而米奇18咧就個感覺上係一個成年嘅人，大家就會睇到喺戲入邊咧18號係比17號咧係即係更加成熟嘅，而利用呢一樣即係咁荒謬嘅對比啦，即係你冇可能同一時間有兩個你喺呢個地球出現噶嘛，係咪？咁就將嗰個電影個黑色幽默咧就更加好笑啦。更加荒謬啦！電影去到呢度為止咧，其實導演就借咗米奇呢個角色咧，去講一個複製人嘅理論。究竟複製人，即係日後人類做到複製人嘅話，去點樣解決同一時間生咗17號同埋18號呢個問題？呢一個問題一定會發生。如果複製人同時做咗10個 Donald Trump 出嚟嘅時候，會點算呢？又或者複製人喺道德上面係咪真係要立法？而家我哋係咪應該已經要立法呢？我哋見到有咩超強嘅 AI 啦，又話有生化嘅電腦啦，又話有一啲嘅超級電腦嘅誕生啦。早輪仲有 Google 話有量子電腦嘅發生啦，Bitcoin 都可以破解嘅。用 AI 加生化電腦，再加量子電腦，再去複製人，其實時間問題嘅啫，未必10年嘅，可能出年已經搞掂嘅咯。咁係咪要注意呢樣嘢呢？喂，到時有10個 Kobe Bryant 就話啫，係咪先？有10個 Michael Jordan 都話可以睇下 MJ 對 MJ 又幾好睇。不過呢啲都係唔道德，同埋係產生好多道德上同埋人類混亂嘅問題，亦都會催生咗一啲所謂超級人類嘅誕生。咁又點呢？咁呢啲係咪要解決啊？講翻電影啦，咁電影入邊其實太空船，我之前已經講咗啦，係一個生態嚟嘅。咁裏邊都有一個領導人啦，就叫馬歇爾啦。咁 Marshall 其實就係即係 MCU 裏邊扮 Hulk 嗰個角色嘅演員啦。導演咧就特登叫佢用一啲 Donald Trump 式嘅演技啦，即係好浮誇啊。咁佢都做得十分稱職嘅。雖然我見批睇或者好多 forum 話佢好誇張，唔知點解要咁樣做法。喂，咁呢個咪就係所謂嘅黑色幽默咯，同埋借住而家嘅風流人物或者風雲人物啦，係啦，即係 Donald Trump 拍戲嘅時候，未必知 Donald Trump 會再次做翻美國總統嘅。咁但係亦都可以用一啲咁嘅角色去諷刺啊，去製造一啲嘅笑位出嚟。其實大家想唔想 Donald Trump 再翻嚟呢？咁你睇套戲就已經估到啦。而導演利用 Marshall 呢個角色，就係正正就係話一個人類當喺未揾到星球，喺好多不安同埋唔知嘅情形之下，佢點樣利用每一個階級嘅對立，同埋利用米奇，同埋利用宗教一啲嘅洗腦，將人類嘅奴性嗰一面咧係洗晒出嚟嘅。咁後尾 Marshall 同埋呢艘飛船去揾到一個合適人類居住嘅星球，當見到外來嘅物種嘅時候，佢又點樣由一個所謂口口聲聲講公平，口口聲聲為人類嘅未來，由一個所謂公平嘅制度嘅一個領導者啦，去變成一個殖民者。咁呢啲亦都係反諷緊我哋人類嗰個荒謬嘅，咪就係講一套做一套咯。最後咪又行翻資本主義弱肉強食，你留翻去地球咪得咯？你去太空污染其他星球做乜嘢啫？係咪先？而你去其他星球第一件事做咩啊？即係除咗
虐待米奇之外，睇下米奇受唔受到嗰度嘅空氣啊、食物啊諸如此類，就係去屠殺喺一個新星球見到嘅物種咯。咁而家 Elon Musk 做嘅嘢係咪又係做呢樣嘢呢？我哋去到火星、去到水星、去到冥王星，如果真係見到其他物種，我哋係咪真係可以同佢共存？人類有咁多年嚟都係冇呢一個覺醒嘅，係咪？咁啊，導演嘅安排做得其實好好嘅。阿 Marshall 亦都喺裏邊咧反諷緊個 DEI 嘅。喺阿 Marshall 有幾個對話，即係一牽涉到佢一講話 all mankind 嘅時候，佢就會立即落個口就話 all humankind。咁呢啲咪就係呢幾年即係左膠搞到成個美國亂晒龍。好多人一講到公平平等嘅時候，有個 man 字就已經即刻改口，即係話哦，我哋唔可以淨係得有 man 字嘅嘢，我哋要將佢變做 human。咁你啲咪叫講過正咯，口號式嘅一啲宣傳，根本有冇改變啫？你見到大家都見到，其實所謂極左產生嘅 DEI 運動，最後係將人類更加分化。你都未講到黑人白人啊，其實將所有唔同嘅性別物種都係分化緊咯。人類真係好恐怖。咁去到後尾，差唔多片末啦，阿 Marshall 要出征啦，即係因為去到一個外來嘅星球，見到啲外來嘅物種，佢覺得要征服佢嘅時候咧，佢唔係行兵點將，佢唔係諗下點樣去令到軍心穩定，佢反而係叫人喂，記住拍得我靚仔啲嘅，我哋要拍多啲片，影到我哋點樣威風化，點樣去統治一個新嘅星球。咁呢啲咪就係導演所謂嘅黑色幽默咯。佢唔單止喺飛船裏邊，同埋去到一個星球搞殖民主義嘅時候，做一個對比，去笑我哋人類嗰種荒謬、嗰種不穩定性啊。而喺去到呢個殖民星球嘅時候，就將所謂嘅美式民主啊、官商勾結啦、科技同埋資本合謀啦，全部做一個好大嘅對比，俾大家睇到我哋人類根本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嘅。咁如果你睇唔明呢啲位嘅時候，就會覺得喂，好似好荒謬咯，喂，同埋好胡鬧咁咯。明明係一個德高望重嘅教主又好，又或者一個探索者、一個領導者，點解會有啲咁嘅表現呢？喂，人類就係咁嘅表現啫嘛，係啊。所以今日大家咪見到有 Donald Trump 嘅出現咯，而配合咗米奇喺呢個套幻想嘅電影裏邊嘅產品，咁佢係一個 clone，即係一個複製人嚟噶嘛。日後係我哋嘅縮影，或者甚至乎你放遠少少睇，其實係我哋而家嘅即係複製嚟噶嘛。佢好似係一個死咗嘅米奇，每一次都複印一次，複印咗17次。但係其實同我哋嘅人生係冇分別噶嘛。我哋無論喺一個咩地方都好，根本都係行緊資本主義。而每一次嘅資本主義，尤其是你翻工又好，你掃垃圾又好，做 sales 又好，做保險又好，其實你都係跑緊 KPI 嘅啫嘛。即係你每日要掃10次個地板，要掃得乾乾淨淨為止嘅。你掃唔夠呢10次呢，咁咪唔合格咯，你咪俾人炒咯。你跑唔到呢張單嘅，一個月跑唔到10萬單嘅，咁咪又係炒你咯。甚至乎做警察都要抄牌噶。你抄唔到呢20張告票嘅呢個星期，咁集體負責制又好，即係佢哋有內部嘅懲罰方法啦。咁都係 KPI 嘅，而每一次 KPI 你達到嘅，咁咪一次 restart 咯，就好似米奇咁，佢每一次達標噶，咪就係死咯。咁咪再印一次出嚟咯。我哋其實都係噶。你估你升職係真係升職咩？喺資本主義之下，你咪又係商人消耗緊你時間而製造嘅呢個產品啫嘛。你換得嚟嘅，其實你份人工都係唔合格噶，都係永遠 underpay 噶。喺大資本主義之下，咁而米奇呢個角色只不過將一個所謂 KPI 發展到極點啫嘛，咪就係將嗰個勞動力最終變成商品咯。我哋香港政府都話公務員要跑 KPI 嘅，咁而每個人你諗下，你每一日每一年升職加薪，其實都係跑 KPI，而呢個 KPI 咪就係一個 number 咯。而呢個 number 就好似米奇後邊嗰個，即係好冰冷嘅一個數字，即係你米奇1號、米奇2號，去到米奇第8號、第10號，其實冇意義噶啦。係啊，你米咩奇啫？你咪10號、11號、12號咯。咁咪即係一個社畜咯。縱然係一個社畜，其實你都係一個人，你都係有感覺噶嘛。我哋咪同米奇一樣，每一次你完成一個 KPI 又好，完成唔到一個 KPI 又好，其實都係一個沉重嘅枷鎖噶，係咪？而我哋日復日嘅工作裏邊，根本就係俾一個所謂資本主義去剝削咯。而我哋點解會俾呢個資本主義剝削？就係因為有一個所謂即係生態一個生存嘅個叫枷鎖啦。即係有啲人可能要供樓，有啲人要
養兒防老，亦都有啲人要留翻多啲錢去養老。大家係走唔甩喺呢個圈子，即係你話你唔供樓，你屋企有層樓俾你，除非你好有錢，富二代、富三代。如果唔係，你都要面對生仔養老呢啲問題㗎，係咪？冇得逃避㗎。每一個人喺不知不覺喺人類整個歷史發展上邊已經變咗一個 KPI 嘅附屬品。我叫 Charles，我都係一個 KPI 嘅犧牲品。我都要為咗 podcast，要為咗 Spotify 嘅規矩去跑 KPI。每個禮拜要出一集，或者極其量兩個禮拜點都要出一集。如果唔係，演算法唔會推我個 podcast 出去。所有人都死喺個 KPI 手上，而電影好有趣，電影裏邊冇提過米奇個名嘅。究竟米奇全名係咩呢？電影出現過3次，而最後嗰一次喺電影就將米奇17同18，就好似以前即係一啲機場嗰啲吊牌呢，喺度 show 我17、18喺度閃下閃下之後呢，就終於出翻佢全名。佢全名係咩呢？大家入戲院睇啦，我唔爆出嚟。而呢個部分，導演嘅鋪排係最有趣，亦都最令我感動同埋深刻噶啦。因為最後米奇係揾翻自己，去利用米奇嗰個全名嘅出現，去話翻俾大家聽。經歷咗咁多，經歷咗米奇17號、米奇18號之後，米奇17號係得到救贖嘅。佢諗得翻自己個名，而呢一個名就代表佢似翻個人。咁究竟現實世界，我哋個個喺度跑 KPI 嘅時候，喺呢個資本主義情況之下，你仲係咪你呢？你仲記唔記得你係叫咩名啊？你其實有幾多次係俾你老闆拱去死啊？你俾其他同事扇，你俾人拱去死嘅時候，咪同17號一樣死過一次又一次咯。只不過我哋冇喺嗰部 3D 打印機嗰度爬翻出嚟啫嘛，而係切切實實我哋用手用腳走翻出嚟。但係呢個 KPI 嘅結果，去到某一日，當我哋科技成熟到去某一個點嘅時候，最後呢部 3D 打印機都係會出現嘅。而我哋人類咁多年嚟，有冇解決過任何問題呢？環保嘅問題、民主制度嘅漏洞、資本主義產生嘅貧富懸殊，有冇人解決過啊？我話俾你聽，係冇嘅。而我哋好多人生嘅哲理嘅理論，其實喺先秦時期，甚至乎後漢時期，其實已經解決咗好多關於人生嘅哲學。我哋應該點樣去做人，點樣去向前行，解釋咗噶。而整個米奇17嘅故事，佢嘅隱喻其實就係拍翻俾各位觀眾睇咯。咁當然再拉闊啲睇，就係關於好多資本主義啊、DEI 啊、白人至上嘅問題啊，同埋科技加複製人，最後令到人類個世界亂晒龍嘅問題。咁呢啲都值得我哋反思嘅。咁你亦都可以當一套娛樂片睇，睇完咪笑話咯，就係咁啊。做人唔需要太認真，正如導演所講，用3分鐘去反思就夠啦。咁喺呢個時候，我嚟一個結語嘅部分啦。當我今日錄呢個 podcast 嘅時候呢，就收到華納電影公司嗰啲資料啦，就話電影票房佢哋非常不滿啊，所以喺3月25日呢，就會將米奇17號呢放上去串流嗰度播放啦。咁由上畫即係3月7號開始到上去串流啦，其實都係10零日嘅啫。我睇到呢個消息，我其實都唔知講咩嘅。咁我再追加幾個數據啦。咁我都曾經搞過一啲香港嘅 show 啊、廣告啊、電影啊，我對呢方面都有少少了解嘅。咁以3月嚟講啦，喺美國又好，全世界好多地方都係噶啦。以香港嚟講，3月都係啱啱過咗農曆新年啦，又未去到年結啦。呢一個時期其實好多時候都叫淡季嘅。呢個月上嘅戲呢，我哋都叫攝期嘅，因為之後就有復活節啦，4月。有時可能早啲後啲啦，跟住就端午，即係都有啲長假呢，咁就會留翻嗰啲戲喺嗰個時候播呢，咁個票房會好好多。米奇17號其實都幾陰功嘅，因為佢原本係喺2024年上，喺復活節檔期上嘅。咁我相信當其時上嗰個票房會好好多嘅，但係可惜當其時就有荷里活電影編劇罷工啦，咁加上華納睇完部戲都想去補拍啦，咁啊又咁啱罷工，我咪推遲啲播咯。咁一推就今年先放，咁放得喺3月，其實都估到華納對部戲係冇乜信心噶啦。咁你又補拍，又搞咁多嘢，咁電影主角亦都係大名鼎鼎嘅蝙蝠俠，係咪先？今次人工貴啦，咁又搞到啲後期又剩嘅，咁咪搞到成億出嚟咯。
咁至於即係華納混亂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大家都知道羅倫點解會因為 Covid 之後同華納兄弟佢哋鬧翻而走咗去同環球拍戲就係咁解啫嘛。就係因為佢唔想部戲幾個月之後就上串流，而且好多電影尤其是羅倫又好或者呢套米奇17號嘅電影都係喺戲院拍，喂，sorry 喺戲院睇先感受到嗰個震撼同埋嗰個闊熒幕嗰個感覺嘅。你屋企就算你係70寸又好，或者80寸啦嘅電視，嗰個感覺都唔夠震撼啊！而且你香港唔係個個人可以將嗰個電視音量校到好大聲噶嘛，你嘅 basic 都冇戲院嗰度咁誇張咁震撼。香港嘅戲院點衰極都一定好過屋企嘅。咁變咗導演拍嘅時候個心又係為咗喺戲院睇嘅，亦都係想啲人係睇到個咁大比例嘅畫面。你2個禮拜就叫我上串流，咁梗係反面啦，係咪先？咁同埋呢類戲，正如我之前講啦，你唔擺翻1-2個月呢，其實係聚唔到人。呢啲係戲唔會係一啲人想第一時間入去睇嘅。尤其是啲黑色幽默，往往會令人覺得會有啲沉重嘅感覺啊，或者一啲反諷啊，唔係個個會覺得開心入到去睇嘅。即係正如我都唔會覺得入場睇破地獄係一件開心嘅事啊！你唔會當係一個喜劇嘅心情走入去睇嘅喎，係咪？遇到一啲細水長流，你華納兄弟就趕住套現嘅，我明白，商業原因啊嘛，拍戲都係一個商業行為啊嘛。但係呢個咪就係最難聽嘅說話咯。咁講翻部戲本身啦，電影入邊其實好多係人類先會發生嘅問題，值得我哋反思嘅，即係反思咗幾百年噶啦。好多電影都有提過呢類型嘅嘢。呢部電影就多咗關於複製人嘅事啦，即係複製咗幾個人會幾出事。套戲都已經講咗噶啦。咁同埋資本主義再加日後世界嘅科技同 AI 嘅勾結啊，咁又點呢？我哋點樣避免自己成為一個米奇呢？而未來越有錢嘅人就越能夠掌握科技。今日大家可能玩 ChatGPT 啊，玩 Grok 啊，或者玩其他 AI 都會知道，其實 AI 呢一個所謂 chatbot 咁樣同佢傾偈，佢俾答案好容易受到寫呢班 AI 嘅 program 嘅人去控制嘅。咁點樣可以避免歷史唔可以歪曲？點樣可以避免唔好多一個你同埋我嘅出現，或者唔好多一個 Donald Trump？其實我唔係一個反 Donald Trump 嘅人，但係套戲係咁樣寫啊嘛。而電影呢係開心嘅，個個得到救贖嘅最後。而最後 3D 打印機係俾人燒毀咗嘅。咁民主喺部戲入邊就實現咗啦，而戲入邊嘅 Trump 又俾人打死咗啦。但係諗深一層，其實咪又係碌翻去以前個年代啫嘛。套戲一切都係冇變嘅。有冇進步過？其實都係冇。而戲裏邊最心水清嘅，咪就係喺個殖民星球裏邊嗰隻怪物咯。今集講到呢度啦，下集我哋喺對 Y 再見。今日係2025年3月18號，再見。